欢迎收看月茶姐倒霉的周末。第一天 ，Crush 要我游泳，我装不会游，想和他来点肢体接触，结果不小心把他头按水里，最后为了保命，丢给我个儿童泳圈，让我自己在角落玩，他去教其他女生了。爱情小火苗又灭一次，然后来同学家吃饭，我俩一起吃了过期7年的芥末，他还说不辣，又往嘴里挤了一大口。最后同学奶奶说怕我俩中毒，给我们拿了盒牛黄解毒片，吃完才发现过期了4个月，已经在他喉咙里抠不出来了。啲藥好唔好食啊？你老太婆差幾